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達達子，今日4集。我應該冇睇到隻1索，所以先飛咗隻2索出去。錯打錯嚟啦啲麻雀。哇！直接叫糊咯喎，果然拆啱咗啊！降唔爆，好想降爆一次啊！嗚，仲要降埋人哋隻鬼過嚟，真係貪心啊！OK，第2盤都好齊張，好靚啊啲牌。哇！入張叫糊依家，直接叫糊。咁話未見過西啊，打隻雞先啦，單調西風加卡窿7索，神奇麻將啊，連莊。OK， 第3盤，哇13U 咁嘅牌，算啦都係補牌啦。冇咗之後覺得真係好多13U。碰咗北風先，好旺北風啊！打咗個7筒先，因為南風未出過。依家一碰一上一叫，碰6索叫糊2525。真係喺度打蚊啊！打死咗隻蚊。唔係呢個2，其他2都 OK。OK， 魔鬼字魔，等咗太耐啦，冇可能挑戰打鬼啦，仲要連莊。哇！一排得1個馬。OK， 最後一盤。靚麻雀啊！呢啲咁嘅麻雀冇咁散，非常之好打。有眼睛入張叫糊，依家又係。OK， 叫糊卡窿3萬同埋69筒，冇9筒有6筒啊！開糊啦，拜拜，下期再見。